新生的前面者应该爱做的，爱亲像前主题讲安尼，事不可不方便，袂使去咱的利益，袂甲去无方便。人以为己任不能用，从这个人来谈的啊，做咱的精神啊。因为孔子最过境地就是讲人啊，所以人以为己任不能用，所以可以自然大家思啊，自然这种自然，下类无能言之，既不着定。文内无能言之，宋不着定啊。足迹无能定志啊，文言不足无能，足迹无能定志。我唔是讲下咧，我会当讲。可是下条的这个皇帝帝国，伊的理伊的文言无人法超过。因条的理我嘛会晓讲啊，我嘛足了解啊。可是因条的后代宋国，无人有关，无人有关哦。我都能证明我讲这对的，所以文言不足故的，因为文言不足故的，你若足，我当证明我讲的。所以咱只咧讲，拢讲文化。讲对孔圣人的时阵留下文化，所以咱来好好啊去家研究，好好啊去家追究，咱得了解真正，倒个物件是对一粒，倒个宝贵是对一粒，有收到甲无收到后日会变成安怎样？讲这物件爱有爱有证据，爱有证据。袂使胡白讲，所以即种的宗旨，对孔夫子慨叹，他运用了的这理智性，因为文言不足，而无所出证，显示孔夫子重视证据的精神。人家讲这拢是咱应该学的，咱来有所出证，袂使无证据。所以，这集就是显示了孔子重视证据的精神。孔子生逢乱世的情况，当时呢世风无力，正常议论，哈随炮空势继续的这个顽强的声，可惜无管无位，而无可奈何，推伊求伊出。常与学说这类在挽救世俗的地方，并且决定于下上用本上述的这个题目。孔子出世求条月世，当时的当时世风无味，迄个时阵，大家拢用这个世风。正常专门约这个车弯辛苦，辛苦，辛苦你。